香港國安法唔單止係定海神針，更加係一面守護香港嘅堅實盾牌，守護一國兩制、行穩致遠，保障咗香港市民嘅根本福祉。5年嚟，香港司法機構嚴格依法審理危害國家安全嘅案件，展現法律嘅公正同埋權威。香港國安法同去年3月生效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渾然一體，兼容互補，為香港建立一套全面而高效嘅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，保障咗市民依法享有嘅權利同埋自由，亦都讓社會能夠專注拼經濟、謀發展、為民生。面對複雜多變嘅國際形勢，外部勢力嘅圍堵打壓，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如其來，我哋絕對唔能夠掉以輕心，必須要保持高度嘅警惕。